相信大家都會有疑惑，究竟明星同運動員嚟開一場 show，然後就即刻飛走係唔使交稅嘅呢？根據稅務條例，非香港居民嘅演藝人員或運動員喺香港演出並收取款項時，需繳納香港利得稅。無論係參與錄音、電影、錄影、廣播、電視等現場直播或事先錄製，都需要交稅。計算嘅方法就係將總收入減去開支後嘅淨額計算。如無法提供開支證明，稅局就會將總收入嘅1/3作為開支扣除。而香港嘅付款人就需要填報稅表，並從支付總款中扣全稅款。如有興趣了解更多，歡迎透過以下方式聯絡展群志奇。